启示录第1章。本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上帝交本记列的启示，爱其将短期内一定会发生的事，指示上帝的众仆人。基督差派天使对其的仆人约翰显明这条事。约翰就将所看到的老大家讲，为上帝的真道老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做见证。宣读这本书的人样般有福气，得到唐列的意念，又照其中的记载去行的人，实在有福气哦。因为这一切事情实现的时机会到嘞。我约翰写信的本亚细亚省的7件教会，念古早存在、列下存在、将来也永远存在的上帝，并其报错前7个人，留个忠心的见证者，就是最先对世复发、统治天上万王的耶稣基督，是恩典平安本日道。其相爱道又通过流血多死来释放爱道，脱离爱道的罪，本爱道上做一个国，做祭司来服侍其个阿爸上帝，愿勇敢老虔诚归本耶稣基督，世世无穷。阿门。看啊，其草原来咯，每个人会看到其，连个条用枪出击的人也会看到其。其来的事，天上的万民隆重会因为其随心肝抬高，这个事一定会发生。阿门。故作存在，列下存在，将来也永远存在的主。全能的上帝讲：我是阿尼法，就是开始；是阿米加，就是结束。我约翰就是你哋嘅兄弟，我同你哋共下有份耶穌嘅患難，佢嘅國老忍耐，為咗傳揚上帝嘅真道，老耶穌所啟示嘅真理，我是本人觀察嘅命案到盼望嘅海島，有一個主日，我受聖靈嘅感動，聽到有大聲音，像係好痛嘅聲，在我後背對我講。可將你所看到的寫下來，然後將這書卷基本以弗所、斯米拿、柏加摩、推雅推拿、撒鐵、腓拉鐵非、老老底嘉7個教會。我轉身愛看係盲人對我講話，我就看到7盞金燈台，燈台中間有一個唱人子嘅器材嘅位。作定吹到腳畔嘅長袍，胸前結定金帶，佢嘅頭那帽像羊毛，也像雪暗白，佢嘅目珠像火焰暗金，佢嘅腳像火爐中煉過又出金金嘅銅，佢嘅聲像係太水嘅聲，佢右手拿定7粒繩呢，再劈出一支2片利嘅劍，佢嘅面像當主嘅日頭，我一看到佢，就撲在佢嘅腳前，像屍體一樣。佢用右手看定我講：唔是講，我是開始，也是結束，我是個永遠存在嘅，我是死過，列下生生，也會生到永遠。我總管死老陰間嘅數事，而會將所看到嘅。無論係列下，也係將來會發生嘅，全部寫下來。你所看到在我右手嘅7粒繩呢，老7盞金燈台嘅奧秘係按樣，7粒繩呢係7個教會嘅使者，7盞燈台就係7個教會。